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我是廖弟，今仔日要来甲大家讲笑话。如果若准备好，咱就开始。医生伫厝接到同事打电话来，叫要拍麻将，三骹欠一骹。我马上到，是足严重呢，这摆相当的严重啊！已经有3位医生伫遐。天气变冷啊！翁找碰洗衫要穿，因某讲：我洗过啊，雪球水送互阮哥哥啊。翁又搁四界找碰洗裤要穿，因某讲：我洗过了，嘛是搁球水送阮弟弟啊。那安尼，你紧甲我洗洗，送过予恁小妹啦。这位善心人士，早一尾鱼仔去海边放生。毋过，鱼仔却一直回游，毋愿离开。善心人士就对鱼仔讲：鱼仔鱼，你着放心来游去啊，毋通安尼一直毋甘分开。我嘛无要求你任何回报。这个时阵，鱼仔无讲袂使啊。靠腰，我倒有看你依依不舍。我得惊水的，你倒我等入去海里，你想要倒我害死哦？影片到这结束，恁若介做出影片，请分享出去，顺续订来看。留一 camper，每礼拜暗时6点准时我播影片，刷。